我哋呢一次會講有關美國同伊朗正式對決。開始前，請大家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按隔籬嘅啷啷選全部。美國同伊朗嘅對決正式升級。當地時間6月22日，美國空軍3架 B-2隱身戰略轟炸機從關島基地起飛，歷經1.5萬公里長途奔襲，攜帶 GBU-57鑽地炸彈，成功摧毀伊朗地下90米深嘅核設施。呢場由董王特朗普親自推動嘅軍事行動，不僅讓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嘅盼戰心願成真，更引發伊朗革命衛隊強硬反擊，三大殺手鐧陸續亮劍，中東局勢一觸即發。從戰術角度睇，B-2轟炸機嘅行動堪稱經典，其憑借隱身性能、繞開雷達監控，配合多次空中加油，完成超遠程打擊，直接癱瘓伊朗核能力嘅核心目標。呢種一劍封喉嘅作戰模式，無疑為現代高科技戰爭樹立咗新範例，亦促使各軍事強國加速隱身轟炸機嘅研發。然而，美國以為嘅外科手術式打擊，卻點燃咗伊朗全面反擊嘅導火線。伊朗革命衛隊隨即撂下狠話，將中東所有美軍目標同美國公民列為打擊對象，並祭出三大制勝武器。其一，伊拉克真主旅遊擊武裝。呢一支由伊朗間接掌控嘅民兵組織，自2003年起同美軍作戰，經驗豐富且熟悉地形。其意揚言將對美軍基地發動廣泛襲擊，憑借靈活戰術，讓駐軍陷入治安戰泥潭，重演伊拉克戰爭嘅被動局面。其二，多路親伊朗武裝聯合圍攻，胡塞武裝、黎巴嫩真主黨同哈馬斯等力量紛紛響應。若果美軍地面部隊介入，唔單止面對伊朗本土8萬民兵，更將陷入中東多武裝嘅游擊包夾。其三，霍拉姆沙赫爾4中程導彈，呢款借鑒朝鮮技術嘅固體燃料導彈，射程2000到2500公里，速度高達16馬赫，配備集束彈頭，可分裂上萬枚子彈頭，直接穿透美軍裝甲車輛。當年美軍用集束炸彈血洗伊拉克裝甲部隊，如今伊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展現軍事技術嘅逆襲。此刻嘅中東，特朗普嘅速戰速決同伊朗嘅持久抗擊，形成鮮明對峙。若果美國繼續擴大戰爭，唔單止面臨基地被炸、航母受威脅嘅實戰風險，更可能因中東游擊戰耗空財政。畢竟美軍喺阿富汗20年花費2萬億美元，仍慘敗收場。